李高压哈，我看嘛，进前一压咧，应该是对三个册仔遮哟，讲读遮侪台传信资料后遐个做戏的器具，就个拍算袂滴到按应该是遮啦吼。万事是上帝旨意遮嘛。对哦。9页开始。好，来，咱甲读一遍吼。我看卖来，好来，我先读吼。万事是上帝旨意。约翰5章24节有讲，好甲遮来，马文。万事是上帝的旨意。约翰5章24节有讲。来，译文。万事是上帝的旨意。约翰5章24节有讲。24节咯吼。嘿对，嘿，还是万事吼，是万事万事啊。万事。嘿，好来，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袂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吼，咱规句读好了。来，马文。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袂到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活。来，译文。对我实实。我实实甲恁讲，听我的话也信找我的，就有永活，袂到受审判，是因讲出死入活。是已经出死入活。是已经出死入活。我虽然会死，犹阁是要转去天堂永远活。来，马文。我虽然会死，犹阁是要转去天堂永远活。来，译文。我虽然会死，犹阁是要转去天堂，永远。对。永远活。永远活啊，永远活嘛，写出啦，永远活啊。你着细意照顾即个人生，毋忘将来的阳光主。来，马文。你着细意照顾即个人生，毋忘将来的阳光主。译文。你着细意照顾即个人生，毋忘将来的阳光主。对，阳光主哈。志勤听见伊讲遮个话，目屎摕倒，讲你要先去向敢若有较长啊，甲摕倒就好啦吼。志勤听见伊讲遮个话，目屎摕倒，来，马文。志勤听见伊讲遮个话，目屎倒。来，译文。志勤听见伊讲遮个话，目屎倒。讲，你要先去享福，放我甲即个囡仔要怎样
来，马文讲你要身躯享福，放我甲即个囡仔要知样。来，玉文讲你要身躯养福，放我甲即个囡仔要知样。若是大川临终的时，已经到，手举悬，叫三声。好，耶稣耶稣耶稣就离别。好，来，马文若是大川临终的时已经到，就手举悬叫三声，耶稣耶稣耶稣就离别。来，玉文若是大川临终的时，已经到，就举悬叫三声，耶稣耶稣耶稣就离别。这是就离别，但是顶头是手举悬吼，是手。玲仔，我再邀请你起来啦吼，当然你有想要读无读，还是不方便，不要紧吼。好，咱对遮佫开始看咧吼。好来，到礼拜日，志勤游园要带真仙去礼拜。衫裤换好，真仙讲安尔，无是啥？无后白啊，通来去礼拜，这是什么意思？无后白啊，通来去礼拜，等下再查一下什么意思吼？志勤听一个四岁囝讲安尼，想着，OK， 想着若后更甜吼。真心叫老爸做后爸啦吼，我想着有啥物叫听他讲后爸，因家己叫法啦吼，叫后爸吼。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互蜜粉盖去伤悲吼。讲即个大川是过身了后的情形啦吼。一个歌母带一个后生吼，搁有一个一个因翁含情某生的吼，名袂记啊吼。另外敢若即个大川的老爸敢若搁伫诶，还是老母搁伫诶，老爸老母搁伫吼。OK， 所以这即嘛，这足辛苦诶啦吼，迄个年代吼。好，咱来看吼。到礼拜日，志勤游园要带真仙去礼拜吼，即句应该是无啥物通好解释吼。到礼拜日就是到啥物时阵吼？啥物时阵？到啥物时阵到期嘛吼？志勤游园要带真仙去礼拜。游园173-253吼，游园吼 ，still， 游园要带真仙去礼拜。即只游园你会当安尼理解就是寻往例啦吼，就是含以早相像吼，共款要带真仙去礼拜吼，游园嘛吼，要带真仙去礼拜，即个无啥物好解释。好来，衫裤换好，真仙讲，衫裤换好吼，因为要去教会吼，特别爱穿较整齐啦吼。一般
是安尼啦吼，一般教会拢安尼啦吼。我知美国有诶教会是食凊彩吼，袂要紧你做你穿短裤仔啦，穿一下凉话吼，嘛是互你去，嘛是照去吼，无人有意见吼。啊，当然较保守诶教派是会穿较正式啦吼。干内裤带吼，穿西装吼。所以衫裤换好，真心就讲，安尔啊无后背啊，我就是安怎变调后背啊，就对了吼，后背啊通来去礼拜吼。讲因老爸啦吼，讲因老爸哪会无要去礼拜啦吼？意思是伊毋知因老爸已经过身了嘛吼。无是就是欧手了，也没有嘛吼，无后爸也是伊叫老爸的方式吼。通来去礼拜吼，伊哪会无人无出现通来去礼拜吼？这通敢若鬼死？无后爸啊来去礼拜，那安尼讲会通袂？应该嘛是会通啦。所以通伫遮作用是啥物？通的意思是啥？无后爸啊通来去礼拜吼，来。查一下汤里的使用吼，监理店这里可能，对监理店早起 ，THANG， 好汤，毋汤这里汤哈，少年的吼，袂晓写。就汉字用希腊人本位的写法吼，母汤吼，mother soup 吼，就安尼写吼。即种就是完全袂晓台语的啦吼，伊干若晓华语嘛，华语汉字就摕来安尼用吼。即种吼，其实我甲各位分享，这毋是即马才出现吼。伫我细汉的时阵吼，我伫报纸就看会着安尼的使用法啦吼。为虾米呢？因为迄当阵媒体吼，去互中国的即种一寡笨手啦吼，占去归占去嘛吼。所以当然可能因记者有用一寡迄当阵袂晓讲台语的一寡，迄当阵叫外省啦吼，即马直接讲就是一寡西南人吼。所以因听台湾人讲毋通吼，伊当然伊袂晓写嘛，伊毋是写毋通啦吼，伊是啥物？伊是写啥物？伊写来，我看你译会出来吼，来写，来我写各位看吼。我是要安怎写后只？你安伫告诉讲哦，你大听哈。我等下再甲你讲我写啥物吼。来，麻烦你知影这啥物意思无？还是要文你看会出来？我伫咧即个 chat room 打吼，3个字汉字。麻烦你甲方便看。你知影啥意思？就是毋知的意思啊。对啊，都毋知影啊。怎么样？伫我迄当阵，更辉哥店啊，你羊肉，所以迄是伊种。当然伊毋是，我甲你讲，迄当阵的记者绝对毋敢甲即种字写去你报纸顶啦，吼。但是我为什么伫咧报纸顶会看到这3个字呢？我会记迄时敢若是联合报一个说到即个说到四角豆腐的文章啦，吼，就是你即马知影，就是讲得评啦，吼，小得的评论啦，吼。我记敢若佫是地方版的得评，吼。伊写，伊就是我记敢若飘推就是莫宰阳，吼。文章内容我无啥会记啊，意思就是讲这所以。
台湾人在讲即个莫宰羊吼，就是台湾人在讲毋知影，啊伊就用，伊就用即个三个字啦吼。OK， 所以反映一样什么代志，就是你就是因为你袂晓台语的写法嘛，啊你也无可能拼音嘛，所以汉字你要汉字你若写毋知影，你的音就出袂。当然台语你晓讲台语的人是看了毋知影三个字，迄音就出来。但是对一个无即个台语的概念，对台语的音无识的人，伊当然只好安尼写吼。啊，即嘛少年时阵咧就是安尼，即嘛情形就是安尼，少年时阵就是安尼。只是讲因毋是西南人，伊是台湾出世大汉，因老爸老母毋是老爸老母，因的祖先祖妈可能来遮可能几百年啊吼。即文化灭绝吼，各位目睭紧紧咧看着吼。唉，即当然我嘛真无奈啦吼。好来，毋通吼，讲到即个汤里。哦，甲林仔讲有迄个毋知影伊写汉字写莫宰羊哦，就是莫须有迄个木啦吼，宰就是宰相迄个宰，羊就是羊嘛吼，羊啊吼，莫宰羊。好，来汤咱要学即个汤字吼。所以今日顶修的第一字是毋通，我看有通有啥物例句？毋通我无通，我无通啥物意思？我无通是我毋通的意思吼。通还是毋通吼？另外是无通好吼，无通甲偌好啦，无通好，无通食吼，无通食是食袂着，无物件通食吼。好，所以即个通就是咱即嘛即个。真心讲的即个吼，后辈啊，无后辈啊，通来去吼，就刚刚拄则讲无通食嘛吼，无后辈啊，通来去礼拜吼。另外佫有两个通字，就是迄个温度迄个通吼，咱莫看吼。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对即个通字的使用，迄才是伊的规矩。第二个是温度吼，咱直接让个。第二个伊就写汉字吼，大理大书店汉字的使用就真注意吼。伊写可以不可以吼，可爱吼，迄个可字吼，通吼，可就是通嘛吼，就是准会使吼。吼，第一个是可以吼，第二个是咱来例句先怎看者？你通转去吼。你会当转去吼，你会使转去吼，可以就是会当会使嘛吼。通也毋通吼，即拄则今日顶嘛有即个吼，可以不可以嘛吼。第二个是讲，你若头前囥有还是无吼，表示应该做的资料会有甲无哦，就是你翻译下，表示应该做的资料。会有甲无，咱来看一下。第二吼，例句有衫通穿，无米通煮，有钱通买吼。讲是表示应该做的资料会有甲无，就是你翻译啥吼？有衫通穿，就是衫会有甲无，无米通煮，就是米会有甲无吼。有钱通买，就是钱的有甲无吼。好，有衫通穿，无米通煮，有钱通买，拢是后壁即个动词所指的迄个受词的有甲无吼，意思就是安尼吼。穿衫有衫无衫，就是有衫通穿吼。煮米就是。有米还是无米通煮吼？对。钱去买一般钱买是买所以这较特殊啊。有钱通买，无钱通买，这个都毋是对，是钱会有无，但是这个钱毋是对，算
主事啦吼，你用钱去买什么物件嘛吼，所以这个特殊啦吼，假你是钱去买啥物件啊？比如讲我讲的是钱通买，比如讲买厝吼，但是对啊，所以这收甲日本人非常介意偏收汤这两个字，啊甲例句拄啊，迄方向拢无啥相款。我先讲日本人伊收的，日本人伊收的有三个，一个是讲我通去也无，我通去无，我敢会使去嘛？我通去无。第二句伊讲，迄通做精彩。头前迄个啥，办桌的时，也是讲去餐厅食的时，头前拢互你小中文讲开胃菜嘛。啊，就讲迄通做精彩。这两个是讲意思，还是讲两个例句？两个例句。两个例句讲意思，意思就讲讲意思的两个例句就对了。无讲真少讲吧。无讲意思。我通去无？问对方嘛，是问别人嘛？我敢会使去？我通去无？吼。啊，第二个句是讲，迄通做精彩，就讲迄会使做先读喙齿芳，正菜袂来，主菜袂来，先做一下头前菜。啊，伊的规则是这两个规则安怎规则？无共哦。一个是讲什么？哪里是第友谊啊 ？OK， 这第一个嘛吼。吼，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讲，哪里输入角度加第几路，对吧？一个是讲，对吧？哪里是第友谊嘛？啊，就是讲哪里输入角度加第几路嘛？会当做啥物物件？嘿，吼，这是第一。哦，分甲遮幼咯。对啊。吼，啊，第三个是讲。起火通煮饭，你要煮饭要有火啊，对无？也是甲师傅爱传到边啊。古早时代就是，你灶无起火，你敢若有鼎有啥物路用？所以起火通煮饭，吼啊，共款意差不多是讲马蹄通起厝，啊，迄个通含头前个通，佫敢若无共款啊，对无？第一句我通去无？未爱讲我敢会使去，对无？那你是第一友谊嘛？第二个是。迄通做煎菜，什么？我得去录一个。啊，第三个已经是起火通煮饭，马蹄通起厝，这是日本人伊记的即个汤的，算三种用法死的例。啊，张如芳教授收的，佫无相款啦。当然，含拄则讲的可能嘛，要我嘛讲。那我稍等，我记一下，因为太侪，我记。你讲第一个意思是啥物？日语的规则。哪里是第友谊？哪里是第友谊 ？OK， 第二个咧？安尼敢袂好啊？好。啊，第二是讲哪里输入角度加第几路 ？OK。会当做啥物代志用？啊，第三个，输入他美丽输入，也是苏北歌输入，所以记的迄个句就是讲起火通煮饭。啊，马蹄通起厝嘛，所以起火通煮饭甲马蹄通起厝，迄个汤应该是共款。斯鲁塔美尼斯鲁，佫一个，你讲佫另外一个规则，除了斯鲁塔美尼，斯鲁塔美尼哪里斯鲁？吼，这是伊用伊第三个句型，伊举两个例，啊，毋过伊咧举例进前，伊会先讲这是啥物意思？ OK， 第一个意思是。输入他美丽哪里输入？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哪里是北哥，哪里输入？我想你另外改讨论哪里啦？所以伊记的这两个什么输入他美丽哪里输入，甲哪里是北哥，哪里输入，这两个算小可无共的意思。伊记的两句就是起火通煮饭，马蹄通起厝安尼。这是日本人伊去偏即个汤字，嘛算该正做一个动词嘛。OK。伊该偏做动词。敢若这三个尔。对，这三个。啊，张如芳教授的，可能因为日本人是用日语去解说台语嘛，啊，张如芳教授是用中文去解说台语嘛。汤伊讲啥？
伊写一个辅助的辅，我无确定考起来。啊，伊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讲许可，讲我通入来无，甲拄则迄我通去无，敢若是共款嘛，吼。啊，第二是讲应该，吼，我通来去啊，我家己讲，伊就讲记我尔，我通入来无，许可，我通来去啊，我应该爱来去啊。第三个讲啥？合意哦，可以。我通甲讲无，我敢袂使甲伊讲安尼。啊，所以即三个咱敢若含迄。我咧讲迄头前迄个敢若嘛？啊，反正我袂记甲你讲诶例句你讲第一个哪年是第幼儿第例句是？我通去无？所以讲伊得よろしいですか？啊，第二个咧？第二个是哪里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例句。敢会迄当做侦查哦。头前一个还有一句啦，伊讲你通驶我的车去。私の車を運転して行かれても結構です。你通驶我的車去，我車叫你駛嘛。啊，第二個哪里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例句。例句。迄通做精彩。OK。这是日本人伊记的这个例句啊。啊，第三个例句。第三个例句就是日本人起的，就是起火通煮饭，买地通起厝啊。所以伊的起火通煮饭啊，火を起こして飯を吹く。迄个吹饭，迄个吹我毋知伊安怎读，就是炊烟袅袅，迄个吹嘛。还是吹哭安尼。烘啊，饭嘛应该是饭无对嘛。哦，这起火通煮饭。OK。起应该是乌，我无确定迄个起落去，可能个别个读法，可能后壁考试题我讲乌吧，我无确定。吼。应该买请语文老师来教。因为我咧读字典啊。好，来，咱来看大理大词典吼。其实大理大词典有6个意思啦吼。啊，所以是毋是搁较幼咯？我毋知，咱来看啦吼。咱拄则讲两个，第一个是可以嘛，会当嘛吼。所以我拄则看，比如讲，我通去无？你通驶我的车去？我感觉这人敢若拢是会当的意思啊吼。啊，迄通做剪裁，其实我听起嘛是，但是当然敢若讲，有钱有衫通穿，无米通煮即种的吼，通做剪裁。遮是有无啦，所以即遮无，即个句无迄通做剪裁吼。嘛，我感觉迄嘛是可以吼。后来大理大词典第三个词讲，第三个句子讲动词连接动词，表示迄个动作的目的。吼，来，动词连接动词吼。起火通煮饭，买地通起厝，吼，表示动作的目的，吼。所以第三个例句嘛有吼，第三个即只嘛有例句讲起火通煮饭，买地通起厝相相吼，两个完全相像的例句，就是这第三个意思吼。连接动词表示目的，吼。起火会当做啥物代志嘛？买地会当做啥物代志嘛？吼。紧穿衫通出门嘛吼 ，OK， 所以这是真有咯，因看其实拢是会当嘛，拢是可以。日本人写的赶快讲动词和动词之间的位置，会头前动作和后壁动作的手段，变成迄个啥？变成来表示变成迄个手段，对吧？伊讲啥物？手段度哪里角度哦表示安尼，就是你拄仔讲的这个意思安尼。啊，第四个呢讲头前放即个有甲无表示动作的可能甲无可能吼。头前是放有甲无表示迄个资料的有甲无，应该是讲迄个受词的有甲无啦，应该是名词的有甲无啦吼。啊，即嘛是迄个动词的可能甲无可能吼。咱来看例句讲，有通来无通，或者是无通来吼，就是会当来啊，袂当来嘛吼。
有通互我讲，无或者是无通互我讲吼，拢是会使讲啊，袂使讲吼。我感觉这其实拢是会当可以不可以吼，拢相像，但是就是伊甲分甲遮尔幼路，就是用伫无共的所在是安怎用法啦吼，所以即学起来啦吼，你就会当讲安尼会使安尼用吼。吼，比如讲，真先讲迄句话讲，无迄个大川吼，通去礼拜吼，就是。等下再分析，然后等下我再问讲，迄是算伫即只规则对象吼。好，来有通来，无通来，有通互我讲，无通互我讲吼。另外，佫有第四即种情况，佫有明仔载有通行无吼？明仔载有通行无？啊，你甲我借钱一直无行，明仔载有通行无吼？就是即个行即个动作，明仔载做到袂吼。好，来，佫来，无通随时转来吼，就是要转来。要随时转来，即个动作无法度做啦吼，无通随时转来吼，无通食啊，即上简单的吼，无通食吼，有通买吼，无通食吼，还是无通食，有钱通买甲有通买，其实相关意思吼。好，但是无共意思哦，歹势无共，有钱通买无有。或者是无钱通买，是讲即个钱的有甲无，但有通买无通买，就是指要买迄个物件有甲无，吼，所以无共意思吼。所以食幼路吼，但是用法一用就知吼，会晓讲台语的人是用了家己拢知影意思，但是要叫你解释啊，遮尔幼路实在是足困难的吼。好，来，因为这都爱专业嘛吼，对学语言学的专业的人才有法度分开听到遮尔幼路啦吼。第五个，再来看第五个吼，第五个用法讲，头前囥有甲无表示形容状态词，就是再来就是形容词啊嘛吼。有通这后壁有动词、有名词、有动词，即嘛有来形容词啊吼。来，咱来看吼，伊讲表示形容状态词嘛吼，所以有通甜，啥物意思？有通心色。无通果水，吼，无通好食，无通好。好，咱来看啥物意思？有通甜就是有甜啦，有通深色就是有深色啦，无通果水就无果水嘛，无通好食就无好食嘛，吼，无通好就无好，啊，就加一个通里尔吼，表示形容状态词嘛，吼，啊，是假啦，就讲起来无迄字嘛，照常意思相像无改变吼。好，第。我想到的是，有诶讲无通甲偌好食。嘿，吼，无通甲偌好食，即个就爱用着吼。无啊，但是你讲无甲偌好食嘛，是意思相像啦吼。有通无通其实差不多啦吼。但是吼迄个语的语感其实真正有差啦吼。无通甲偌好食吼，甲无。就讲意思敢是讲原底啥物物件？嘿。咱当然希望讲会使食好食的物件嘛，啊伊就尽量去处理啊。问题迄原底物件，你讲安怎处理嘛，无法度偌好食啊，啊就怎讲？无通甲偌好食。嘿。啊，对只是讲无通好食，嘿，也是无通。无安尼，嘿，无通啊偌好食吼，甲无偌好食吼。有通甲无有即个通字甲无即个通字差别伫倒位呢？有差，我真正听起来感觉有差吼。无通甲偌好食，甲无甲偌好食吼，而且是迄个甲里面吼，无通偌好食甲无偌好食，两个真正听起来是强烈的有感觉迄个语气真正有差别。无通偌好食甲无偌好食差伫倒呢？咱是讲无偌好食，无偌好食就是平铺直叙，就是直接呛，就是叫做直指核心啦吼，直接就讲主题就破，迄个开门见山吼，就破题吼，就讲即个歹食啦吼，无通好食就是歹食嘛吼。但是歹势毋是无好食就是歹食嘛吼，无通好食就是拄则马文解说啦吼。可能无法度到偌好食吼。
听起来是有理由的啦，哦，有原因的啦，吼。马有呢？你感觉迄个语气上语感是啥物意思？无好食，无好食，可能讲敢有好食，无偌好食，吼因为拄则有一个例句是讲无通好食，当然无通好食，即四字会有哦，有记忆，嘿，即四字有记忆，嘿，另外迄个记忆咱莫讨论，咱来讨论咱要讲的是咧无对通好食就是无够偌好食啊。嘿，你免想讲伊有偌好食啦，无通好食啦，吼，我就是讲，无通好食，因为我就随想着讲，无通甲偌好食，可能一个价，你价就是因为可能伊原底迄个物件有安怎处理，要无全部是，搁较安怎处理嘛，无通甲偌好食。虽讲讲伊要甲掺你掺啥。我绝对袂讲伊好食，无偌好食。可能是安尼嘛，无偌好食，甲无通偌好食，这就是有一个偏差伫遐。可能是因为拄则讲的遐尼济地，我咧想，伊有当初咱台语咧讲的时阵，伊会牵涉着讲，迄到底是主动、被动，还是伊本身就是会使有即种性质？哦，拄则咧讲的嘛，通去毋通去，迄到底是你主观？袂当去，还是客观上你无才调去，可能是有即个偏差。啊，毋过即个汤字敢是有当初伊会甲即两种主观无做会到做袂到，还是客观做会到做袂到，拢包括在内。啊，毋过实际上是毋是？伫咧讲的迄个人，伊有即种意思伫咧。因为小说即句话是讲，啊无后辈啊，通来去礼拜啊。啊，这敢是伊已经观察着讲，啊，就无去啊，是要安怎去？抑毋过这就是无啊，这是一个啊。这毋是讲伊，这毋是讲即个后壁伊家己无爱去，全无通去，是已经不在人世间啊，伊就无看的人啊，对无？咱要去礼拜嘛，啊，毋过真心就讲出一句，啊无后壁啊，通来去礼拜。啊，即句话当然咱。我感受袂到讲，伊讲即句话的心肝底是悲伤的，还是怨叹，还是可笑，我毋知。伊就是可能甲一个事实描述出来嘛，啊无后辈啊，通来去礼拜。就所以即个通字，敢是一个主观上伊观察到的，还是客观上不管任何人来，就是看出来即个现象，就是无后辈啊，通来去礼拜，无通来去啊，敢会是安尼？我拄则看讲，即个汤里伫使用的时阵是主动还是被动吼？看袂啥出来迄个规律的吼。好，咱先甲看了吼。第六个规则，或者是使用法是头前客 A 还是 B 吼，会还是袂啦吼，就是会晓啊袂晓吼，表示会得通或者是袂得通安怎吼？伊无例句啦吼，但是咱知影要安怎用吼，会通来袂通来嘛吼，就是会得当做啥物，袂得当做啥好 ，OK。所以咱来看嘛吼，第一个你通转去，就是可以吼，可以吼，你通转去，通也毋通吼。这拢是看是主动啦，我真正看我感觉我无法度通归纳出伊的规则吼。第二讲有衫通穿，无米通煮，有钱通买吼。这甚至我都看袂出这到底应该是算主动还是被动吼。第三起好通煮饭，买地通起厝，我嘛感觉看袂遐出来吼。有通来无通来嘛是看袂出来。而且我若咧食物件吼，腹肚枵。小说即句其实有一个无嘛，
啊，只是讲无汤即两字，伊有当阵是合起来用，可能伫一寡语境，你无都甲无合汤拆开一寡数，啊，第一单则是甲无合汤拆开，无后背啊汤来去礼拜，啊有甲无，这是属于客观的主观。伊拄则有一个句，我感觉伊迄句话其实敢若有淡薄半口说，就是讲有钱通做啥，无钱通创，我袂记一人，就是迄句话敢若是咧讲头说的意思。歹势，佫念一家迄句，迄第二句。买衫无钱通创，饭了是安那？我无看到你讲迄句啊，有钱通买衫，无。你讲有钱通买衫，无钱通食饭；有钱通食饭，无钱通买衫，迄就是咧讲每一个人的性是无共款的。有个人是重食，有个人是重轻。若是重食的人，较济伊就甲推落去，啊叫伊买衫，伊是袂见的。啊有个人是重轻，有钱通买衫，无钱通食饭，伊就食着凊彩。两块小胖甲吞落去袂枵就好啊，啊，毋过伊就咧穿水衫，啊，即两句话其实就是咧描述讲，有个人就是较重视，有个人较重皮，所以有通 A 无通 B， 啊，有人是有通 B 无通 A 安尼，所以迄个有通无通，所以有通无通，这是算主观、客观，伊会通啊袂通，迄是属于敢若啥能力上到底有啊无嘛？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也无这种能力，啊，有通做无通做是你有想要做也无想要做，可能是安尼吧。就讲是毋是你能力上做的，你家己在决定的，你想要做无要做的。啊，一个是讲你做会到，做袂到。迄边咱讲，之前敢有一个分类法，就是一种分类法是主观客观，啊，就是能力的有啊是无的。小说是讲无通来嘛，就无后背啊通来嘛，无通来啊，伊就袂当来啊，伊袂当来，伫即搭才是一个事实啦，是一个事实，伊就已经不在人世间啦，伊要安怎来就无通来啊，啊是听起来看起来是，囡仔小朋友敢若小看，我无法度讲迄个情绪是安怎，可笑还是悲伤还是？我毋知，我看袂出来，就讲伊有应有一个情绪伫后壁，啊无后壁啊，通来去礼拜，就是无通嘛。好，我感觉关系讲通即个使用的时阵是主动被动，即吼可能无法度，我无法度归纳出来吼。我即马先甲大理大书店的规则甲归纳做安尼啦吼。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可以不可以哈啊，其实可以不可以会当规则后壁所有的后壁2、3、4、5、6其实拢差不多就是可以不可以嘛但是呢，伊甲分做讲通加下底后，看你要加后壁加啥，通加名词通加 N 通加 V 加动词，通加 N 是第2通加 V 是第4通加V 的动词啦通加迄个 A 就是形容词adjective 是5所以2、4、5第3个2、4、5就是通加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于是会当迄个名词，或者是就是我应该拢头前拢爱刻有啊无嘛所以有迄个名词啊是无迄个名词，有迄个动作啊是有迄个动词，甲无迄个动词啊是有迄个形容词啊是无迄个形容词的状态安尼第6个是会通啊袂通其实我因为伊也无例句啦，我袂当讲到底是啥物无共因为伊含第1个可以就相款意思嘛好，敢若第3个较特殊伊是 V 加通加 V 加通加 V 意思是讲动词连接动词表示迄个动作的目的是要做啥这个较特殊迄个要做啥物动作的目的，起好通煮饭，买茶通起厝，紧穿衫通出门安尼好。咱即摆来看小说家咱来看一下小说家，咱来分帖来开帖即个小说即只使用的方式。伊讲啊无后壁啊通来去礼拜你来看伊通伊
无嘛，有甲无嘛吼，无有甲无啊无吼无伫遮，通来后壁是动词嘛吼，通加来吼，啊，就是所以对来讲，通加来啥物意思？就是会当做啥物动作嘛吼，啊无即叫主词啦吼，后壁吼，啊无咱个主词先摕掉，啊无通来去礼拜吼，就是无法度去礼拜嘛吼，啊即嘛即个无法度，即个动词是啥物人？是讲迄个后壁主。迄个 subject 是讲后壁吼，啊后壁啊无法度去礼拜，无通来去礼拜，就是袂当去嘛，可以嘛，可以不可以无通去礼拜吼，就是所以讲即句话吼，其实我拄则看无解有即句话真正迄个语感到底是要表达啥物？我即嘛安尼开剔了后，我就会当理解，伊意思就是讲后壁啊吼，无法度通去礼拜。安尼讲，我感觉我听，若是安尼语感，我感觉听起来，我感觉即个囡仔是知影老爸个性啊，啊无后壁通来去礼拜，吼。我感觉是安尼啦，我毋知比如马文你听起来感觉是安尼。伊即个时阵已经敢若4-5岁啊吧，所以4-5岁啊，其实也是3岁尔，3岁4岁3-4岁。现在看伊出世当时。伊敢若1896年出世嘛，所以1899年是已经3-4岁啊嘛。伊头前咧做3岁迄种，伊毋讲基岛嘛，3岁就遐基岛啊嘛。啊，到可能第2年，就是翻转年就迄种诶啊。所以应该，我感觉应该知啦吼。对啊，就是知，只是讲可能也毋知通悲伤啦，因为我会叫我10岁进前，阮阿嬷过往嘛，毋知通讲哀伤啥，啊，所以3-4岁囡仔可能知影这已经无去啊。哦。啊，伊知无去啊，所以伊就会讲出即句话嘛。啊，无后壁啊，通来去礼拜啊，因为伊就是1898年，伊会晓迄个啥，祈祷啊嘛，而且是1898年2月哦，做头家。嘛，头前做头家，尾也做马家嘛，伊就知影通祈祷啊嘛。啊，翻转年1899年的时阵，我老爸就怎迄种的啊，所以应该是4岁啊。啊，4岁囡仔其实嘛已经差不多知影一寡代志啊，只是讲迄个情绪还是情感也无度表达，还是表达出来尔嘛。所以讲一句话讲，啊无后壁啊，通来去礼拜。好，咱学起来啦吼。即个汤里会当安尼使用吼，当然我较早我是完全毋知，我敢若知汤里会使甲袂使安尼吼。好，啊拄则讲即个有一个字的吼，咱来先刷学一个啦吼。拄则讲即个无通好食吼，无通好食有字啊，但是我为什么我拄则一看就直接就是知影伊咧讲啥吼，因为伊讲这是头前客有甲无表示形容词迄个状态吼。啊，所以好食当然是指delicious 嘛吼。但是伊有记是讲，当你甲当做动词的时阵，就有通食无通食吼，就是啥物物？你有迄个物件通食，还是无迄个物件通食？吼，比如讲啊，无通好食，就是意思你厝的物件拢吃了吼，或者是饥荒吼，全世界拢无物件通好食哦。就是会当安尼讲吼，看你要甲做动词用，还是做形容词？伫即只词典遮是形容词，所以我一看直接就是了解讲伊讲的是迄个 delicious。但是你若要动词用的是，就是有迄个物件通食无吼。OK， 所以我主要讲即个有通好食甲无通好食吼，伊即句本身是有记忆的吼，爱了解吼。好，好来，咱继续看咧吼，即个汤里咱有诚多啦吼，记得啦吼。我看一下时间，哇，时间到啊！好来，我看觅吼，志勤听即个4岁4岁啦吼。听即个4岁囝讲安尼，想着若后更甜啦。好 ，OK， 好啦，后回再来继续看咧啦吼。今仔日就看到遮啦。所以简单的字无简单。哦，对，但免咱就发觉讲，其实咱感觉足简单的字吼，字典一看了就知影讲，哇，原来遮侪学问伫内底吼。好 ，OK，
安尼感谢各位，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啊，对，想煞讲者吼，我明无定会加班啦吼，即礼拜吼，代志搁无用啦吼，可能会加班啊。但是我即马无甲确定啦，我临时通知啦。你若各位看着我飘推改啊吼，还是啥，就知吼。啊，另外呢，我要含各位参详一下，就是即马因为即个热天时间吼，我若读书，我遮是9:30嘛吼，读到10:30，对我来讲伤晚吼。我10:30小补一个11点吼，我逐遍拢伤晚困。所以我拍算讲热天时间，我可能改做9点就开始读啦吼。所以后礼拜我就若无加班，我就9点就开始读，毋知各位方便无？爸比玉文恁方便无？马文你方便无？我可能上无一礼拜，我感觉会使用听的。袂要紧，我即满毋是讲这，我即满是讲改9点会使袂？改9点会使。我会使，我拢早早就起来啊。只不过就是爱看情形啊，加就是有对着就是听安尼。袂要紧。我即我知，我即满是改9点行，比如讲有人就我9点就搁伫摔车吼，安尼无法度，咱就较晚安尼吼。有问伊，即阵因为换头路，所以讲遮拢无看到伊。哦。上班时间对无，拢无看到伊。较无方便啊，就对啦。啊，真可惜，真拍算吼。阮即马已经读到伫成功含伫福尔摩沙吼，即马即个吼，你若要以即个电影来讲咧，画风一变吼，什么经过了日子的迄种风格，迄种气氛哦，完全无共啊，较早完全无共啊吼，逐工拢食紧张，嘿啊。袂要紧，你再去听，你知你若方便再去听录音啦吼。啊，马有你方便啦吼，9点会使啦吼。下甲若会当欢迎啦，9点啦吼，我者改9点啦吼。啊，田勇兄若方便再甲讲者，我无方便。我再甲通知。嘿，好，安尼咱后礼拜就是明后日啦吼。我后日啦，各位后日吼，后日才开始啦吼。若无甲各位请假，后日才开始吼。啊，咱再搁来继续来紧张吼，紧张，刺激吼，逐工拢落长吼。咱一工日子，咱一工敢若会当读1篇尔吼，加2篇啦吼，要读到第3篇就困难了，因为拢足长诶吼。我后手我无逐篇去迄吼，迄其实吼有诶吼。有1篇我知分做2-3工才读会了吼，我知影，尤其是甲我知影甲后壁要导航迄阵前吼，一工我写落长吼，迄一工1篇咱读2-3工吼，因为内底写足侪代志嘛吼。好，安尼咱再来读即个日兰野写日志，安尼到遮啦吼，感谢各位，我来关房。好，拜拜，再会。多谢，再会。